大家好，我係 AI 做 AI 助力銀髮族，知識改變生活。歡迎收睇 AI 做分享健康知識同埋澳洲生活資訊。這個視頻同大家分享一段來自澳洲著名晨早新聞節目 Sunrise 嘅健康專題，內容訪問腦科學及失智症專家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建議，分享多個有助降低失智症風險嘅生活習慣，包括飲食、運動、社交同持續學習。希望內容對大家有所啟發。世界衛生組織一份震撼嘅新報告，徹底顛覆咗我哋對認知障礙症嘅認知。原來只要聽一啲好簡單嘅建議，就可以預防近一半嘅認知障礙症個案，幫你降低風險。今朝我哋請咗認知障礙症同大腦專家 Helena Popovic 醫生同我哋詳細講下。醫生早晨。早晨啊！當然啦，平時都有啲建議啦，好似戒煙戒酒咁，但原來咧仲有其他嘢我哋都要避免。同我哋講下係冇咩啦？首先要避免飲汽水，因為每一罐汽水都好似射向你大腦咁子彈。汽水會喺短時間內提供大量嘅糖分，損害腦細胞之間嘅溝通，仲會對大腦嘅基因表達產生負面影響。順帶一提啦，講到酒精，每個禮拜飲4杯標準份量嘅酒，大腦就會開始萎縮。所以政府建議女性每個星期10杯，男性14杯嘅指引已經非常過時。同科學研究唔吻合，因為每星期飲超過4杯，大腦就會開始萎縮。要避免人工甜味劑，即係化學嗰啲，好似3,6蔗糖、糖精、阿斯巴甜。因為研究發現，如果連續多年經常食用，會增加患認知障礙症嘅風險。仲要避免有害嘅人際關係。好高興你哋等陣會有呢方面嘅環節，因為有害關係會引發炎症同皮質醇分泌，損害大腦。炎症係導致阿茲海默症同其他認知障礙症嘅主要原因。同樣地，唔好令自己社交孤立，因為孤獨對身體嘅傷害等同於每日食15支煙。佢咁犀利，要避免單調乏味嘅生活，因為我哋嘅大腦需要新鮮感。當你退休唔做嘢嘅時候，唔好連生活都退埋休，繼續咧俾個理由，大腦保持敏銳嘅，佢就自然會保持到。做義工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佢可以降低患認知障礙症嘅風險。而家係冬天，我想提下唔好燒柴火，因為會釋放微細懸浮粒子同有毒煙塵，經肺部進入血液，再傳到大腦，咁樣會引發炎症，亦會增加患認知障礙症嘅風險。喺 Helena 真係有好多嘢要留意啦。佢講到飲食同運動係咪都有啲特定嘅，我哋應該要做咯。名單上呢，有啲咩？係啊，要食原形食物，將每一餐都視為一個療癒嘅機會。好似梅果、深綠色蔬菜、生果仁、橄欖油，多有抗魚。想象下沙甸魚配菠菜，再淋上橄欖油，你嘅大腦會好中意。同樣重要嘅係要戒食垃圾食物、快餐、超加工食品、包裝食品，因為所有化學物質、人造色素、香料、乳化劑、工業油同添加糖，對我哋嘅大腦都有毒。另一個好重要嘅係要鍛煉肌肉。即係要做重量訓練，正如我哋有腸腦族，我哋亦都有肌腦族。如果肌肉萎縮，大腦亦都會跟住萎縮。所以重量訓練同帶氧運動一樣嘅重要，仲要活到老學到老。我哋嘅大腦需要不斷接受挑戰，睇下每日跳一場舞，認知障礙遠離我，因為咁樣對社交、精神同體力都有刺激。我好中意呢個講法。好，你而家搞緊個認知障礙訓練營，究竟係啲咩嚟嘅？係點樣運作嘅？呢個係一個活腦訓練營，呢個係一個為期28日嘅網上計劃，對象係想提升大腦表現到巔峰，或者想消除更年期腦霧嘅人。同埋預防認知障礙，特別係隨住年齡增長而出現咗阿茲海默症。呢個禮拜3就開始啦，你可以去 drhelenapopovic.com 報名。每個星期喺網上研討會都會有錄影，所以你隨時都可以睇返。你今朝真係俾咗好多啲我哋思考，名副其實啦。多謝你抽時間過嚟，真係有幫助啦。咁樣真係可以幫手預防到啊！多謝你今日嘅見解，我哋榮幸，多謝晒。多謝大家收睇 AI 組嘅分享。如果你鍾意健康資訊、人工智慧 AI 知識同澳洲生活資訊，
歡迎 subscribe AI 做 YouTube 頻道，同身邊朋友分享。多謝支持。Have a nice day. Thank you.